爆棚足球台，足壇今週熱點。據德國足協官宣，高普將出任德國國家隊主教練，合約直至2030年。高普響2015年10月至2024年5月，曾執教英超豪門利物浦接近9年，率隊奪得8座重要冠軍獎盃，包括1次歐冠、1次英超聯賽冠軍等。響預任利物浦主帥2年後，高普再次出山，首次擔任國家隊主教練。屆時高普會帶領德國隊征戰2028歐洲盃同2030年世界盃。據法國足協官宣，施丹將出任法國國家隊主教練，合約直至2030年。施丹教練生涯此前僅執教過皇馬，勝率高達65.5%，加歐冠3連冠。預任皇馬主帥後，等咗5年時間，呢位54歲嘅法國中場巨星終於得償所願，執教法國國家隊。屆時施丹會帶領法國隊征戰2028歐洲盃同埋2030年世界盃。據意大利足協官宣，文仙尼將出任意大利國家隊主教練，合約直至2030年。文仙尼響2018年5月首次出任意大利國家隊主帥，帶隊61場比賽39勝13平9負，贏得2020歐洲盃冠軍，但亦都無緣2022年世界盃嘅正賽。今次係文仙尼第2次執教意大利隊，屆時文仙尼將帶領意大利征戰2028歐洲盃同埋2030年世界盃。